試過發夢考緊試，醒返嘅時候諗緊今個星期定係下個星期先考，突然發現原來畢業已經係10幾年前，恭喜你初老啦！唔知你係屬於邊類型嘅學生呢？Lone Wolf，平日獨來獨往，同班上任何一個同學都唔係好熟，但係平日分組就會自動加入任何一組唔夠人嘅 team。你哋係咪爭一個人啊？咁我裝你哋咯。好啊，冇問題啊。萬人迷，尤其喺女校，如果你五官端正又識打籃球咯喎，師姐好型啊！好型啊！10萬個為什麼魔人，佢哋係令老師頭痛嘅眼中釘。我哋學校係傳統嘅天主教學校，有好多無無謂謂嘅規矩。老師，點解我哋一定要着校褸，唔可以繼續着棉衲呢？點解以前得，依家又唔得呢？件校褸明明都唔暖，點解你哋唔改善，但又逼我哋着呢？點解呢？老師，點解？點解？點解？煩死老師！而剩低其餘嘅就係普通人。普通人冇好大嘅存在感，老師唔一定會記得，亦都唔會太理，但係又唔算獨來獨往，同大部分嘅同學都相處融洽。係啊，我就係普通人呢。喺老師嘅眼中，我係一個乖乖女，但其實呢個普通人嘅形象係我精心設計嘅。我一向都好重視自己嘅空間同埋自由，由好細個嘅時候就深深明白到，要獲得自由，首先你就要得到敵人嘅信任，要喺堂上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。首先就要策略性地令老師無意識咁信任你。有啲同學砌到成個圍牆咁太明顯，反而會吸引老師嘅注意。呢位同學，你喺度做咩呢？而我係砌圍牆呢方面嘅專家。我哋學校係天主教學校，所以每個人都會有本 Bible。一啲失敗嘅例子就係將個圍牆砌得太高，佢哋將本 Bible 打洞放，再放好多本書同埋筆袋喺上邊，然後呢，就喺下邊做下堂要交嘅功課。砌到成個長城咁樣，你太年輕啦！呢位同學犯咗最嚴重嘅錯誤，就係個圍牆太引人注目啦。就好似我頭先咁講，我哋要策略性地令老師無意識咁樣忽略咗你。我都會放 Bible， 但係我就打橫放，盡量唔好堆得太高，然後就將嗰堂要用嘅 notebook 打開放喺本 Bible 上面扮睇 reference， 然後你就會發現 Bible 同埋 notebook 之間已經形成咗一個天然嘅避風塘啦。當然做其他功課嘅同時就要擺滿嗰堂本身嘅 notes， 將佢哋混埋一齊以假亂真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以前係屬於邊類型嘅學生呢？下集就講下我同鄰居喺數學堂做出嘅壯舉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 channel 就記得 subscribe 啦。